咁啊起咗步啦。阿葉玲，係第6場嘅賽事，第一線道嘅係 Karuna 彭快龍，第2線道嘅係龍之友，第3線道嘅係藍媽媽娛樂龍嘅。冇錯啦。咁我見到咧，哇，中間嗰隻係咩啊？龍之友啊，龍之友，咁就哇啲水花都勁嘅喎。嗱，龍之友亦都介紹下俾大家，龍之友咧喺我哋龍舟界嚟講啦，佢喺個龍舟度平均嘅年齡都超過65歲㗎啦，超過65歲嘅，所以仍然有咁嘅體力。好啦，見到領先咗嘅亦都係龍之友已經收晒獎啦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嘅亦都係 Karuna 彭快龍，跟住嘅亦都係藍媽媽娛樂龍嘅，係鼓水鼓水，係啊。